其實好細個都中意機械人，因為以前細個嘅時候睇好多機械人嘅卡通片啦，特別係對一啲會喐嘅機器係有興趣嘅。咁所以大學嘅時候就選讀呢個機械工程。咁我喺本科同埋碩士嘅時候咧，都做好多機械人研究。咁直至去到喺美國去麻省理工讀書嘅時候咧，同 Professor Hugh Herr 去參與一個移植嘅項目。咁裏邊咧就正式將機械人咧去應用到喺個醫療產業上邊。咁裏邊就覺得好唔同嘅感覺，就係以前做機械人為咗興趣啦。咁後來發現到原來機械人可以為社會特別係病人帶來價值嘅時候咧，個感覺係完全一樣嘅。醫療同埋工程合作係非常難嘅，因為你睇一睇佢哋兩種人嘅背景，譬如醫療嘅人才好多時都係着重喺呢個嘅生物嘅狀態啦，又或者喺醫療嘅技術上面好熟悉。工程嘅人員一般大部分時間都係淨係睇數學啊，或者係寫下 program 啊，又或者係做一啲機械。舉個比喻就係醫療嘅人可能就喺冥王星長大嘅，工程嘅人就喺呢個嘅火星長大。我相信每一次當你有兩個唔同種類嘅群體要交流，或者同埋最後唔單止係交流，大家要有共同嘅目標去做一件事情嘅時候咧，其實第一樣就係要揾到適合嘅人啦。即係大家係咪願意真係為着病人嘅好處，為着醫療健康嘅發展願意付出代價？第二樣就係要付出時間啦，因為大家嘅背景啊，又或者用嘅語言啊，又或者理解都不一樣嘅時候咧，就需要好多時間去交流啦，同埋需要放低自己啦。即係雖然可能大家都喺唔同嘅領域上面咧係一個最先鋒嘅狀態，咁但係當你去認識其他領域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俾我哋一個好好嘅機會去謙卑落嚟，去交流同埋理解到點樣一齊合作嘅時候帶來更大嘅貢獻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機緣巧合啦，即係去到嗰個時間嘅時候都覺得喺美國都學到一定嘅醫療機械人嘅認識。咁當時就同趙偉仁教授傾偈嘅時候，就發現到佢真係一個好適合合作嘅醫療嘅專家，可以同工業合作得好好。其實都係一個好簡單嘅理想，希望喺呢個嘅香港或者中國可以有機會發展出高質素嘅醫療產品服務。咁嗰時就隻身翻嚟香港啦。咁當時都有一個嘅 struggle 嘅，因為你出嚟嘅時候又唔一定會成功噶嘛，一定會面對到困難。咁可以揾其他人去處理個問題啦。咁但係當時嘅諗法就係冇乜邊幾個比我哋更知道點樣去安全嘅應用機械喺真人上邊咯。呢個都係我哋最大嘅 concern， 所以我哋就決定向前行。開嘅公司嘅時候，因為我哋都係好着重嗰個產品，同埋我哋都係從研究起家嘅。咁從第一天我哋就覺得我哋好想做中國嘅手術機械人嘅基石。Cornerstone 本來就係基石，喺羅馬時代當佢哋建樓嘅時候咧，因為當時冇得打地基嘅，咁佢就好中意咧就揾一架大嘅盤石，然後喺上面建樓，而嗰個盤石通常就叫做 Cornerstone。如果我哋要做一個係服務全中國或者全球嘅機械人公司，我哋一定要有一個好重要嘅盤石，我哋要俾呢啲嘅客戶或者我哋病人有一個好安全穩定嘅機械人。每一個喺機械人裏邊嘅零部件都係自己研發或者自己設計嘅，喺呢個行業上面係非常少見，可能真係第一間公司可以做得到。因為我哋相信，當你能夠每一個零部件可以做到嘅時候，將佢整合，你就會達到最好嘅果效，達到最安全、最好嘅性能。然後第二個角色就係，當你有呢個咁嘅零部件做得好嘅時候咧，你嘅成本控制就會好好。咁第三個好處就係依家地緣政治咁不穩定嘅狀態之下，無論環境係點樣變，我哋仍然可以持續為病人去提供一個，或者為醫院提供一個比較可持久或者穩定嘅醫療服務。如果你能夠真係自己去 build up 你自己嘅平台，你嘅天花板其實就係你自己定，就唔係人哋幫你定。咁我相信呢個就係我哋最重要嘅優勢啦。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發展中嘅行業，係可以參加嘅。但係可能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就係因為本身醫療嘅產業個週期會比較長，
所以可能需要大家要放多少時間去慢慢學識好多基礎嘅knowledge。佢哋需要學嘅係醫療嘅知識，同一時間亦都需要學臨床嘅知識，亦都需要學工程嘅知識，同埋都需要學商業嘅知識。我成日都講，覺得參加醫療行業嘅人係需要有一定嘅使命感，因為面對好多嘅挑戰或者好多嘅不確定嘅因素，令到大家都會好容易頹喪。咁唯一可以堅持落去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對服務病人呢個使命係成為你人生一個非常大嘅目標。咁如果你冇呢個目標，其實都幾難走落去。過去喺中大讀書嘅時候，我覺得最感受到就係一個自由嘅文化咯。即係頭先我哋講過話，其實醫工合作係一個多學科交叉嘅文化。有啲嘅院校係好少有唔同學科交流嘅。咁我相信中大裏邊呢樣嘢做得唔錯嘅，都係呢個原因令到我翻嚟中大，就係覺得無論係工程嘅學科或者醫學院嘅人員，佢哋交流嘅情況同埋熱誠咧係非常大。而我都相信好多時創新咧係透過有兩個學科交叉嘅時候就產生創新。而我相信中大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過去呢10年其實喺個創新，特別係應用嘅創新發展得非常好，唔係自己個人閉門造車。咁我相信呢個就係我過去咁多年學習到，亦都係繼續沿用嘅一個心態或者係一個文化，係需要繼續承傳嘅。